续来看台北地检署侦办 ACE 王牌交易所的虚拟货币诈骗案，这个洗钱的金额高达22亿。检察官甲涉案的32个人起诉求处动刑，昨检方是一审收押14个被告。在这件诈骗案当中，担任着军事的律师王新环，从收押4个月以后，当庭来认罪，裁定以400万来交保。若主嫌林景宏也是唔认罪。王师说，要不要澄清一下？态度轻松，行出法院，伊就是牵涉到王牌交易所诈骗案的出名律师王新环，收押4个月了后，第二审庭认罪，换交保。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我们改天找一天正常的，等于说比较好的时间的时候，再跟大家一起说明。ACE 王牌交易所的虚拟币诈骗案，洗钱金额来到22亿。昨经过8点钟的问话了后，律师王新环承认组织犯罪、洗钱的甲诈欺，也阁无承认藏真犯。嘛甲法官讲，感觉亏欠亲人，向事务所的客户汇失礼，会尽力来寻求和解，裁定400万交保。那王新环也有另外8个共犯，分别是20到100万交保。行政法院的时阵，猛用外套甲资料遮边，赶紧含亲友离开。其中也包括斗相共洗钱、惊吓、洗脸的主持，涉嫌调集780个业务，集体到惊吓态度手机的资料，80万交保。那这件案件主谋林景宏是将法庭当作是虚拟货币产品的说明会，强调拢是虚有创新，打拼研发投资，创造实际营收。